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10月30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7篇第1节到第7节，33到37节，约书亚记第2章第1节到14节，彼得后书第2章第1节到第3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沉沦，或者是回转。今仔日的经文彼得后书第2章，好真亲像现在美国总统选举的情形。就基督宗教的角度来看，这个选举好哪参像是保守派对自由派。伫政治的角度来看，当然是共和党甲民主党两个大党的这个战争啦吼。有人讲是这个右派甲左派之争啦吼。照今仔日的经文最有关系，其实是甲伦理有关啦吼。而且中间，特别是伫落尾即几工，咱有看到侪的报道，甲即个伦理的沉沦有关系。咱先来看今仔日彼得后书第2章第1节到第3节的经文安怎讲啦吼。伊讲若是伫百姓的中间捌有假的先知，安尼伫恁的中间也有得要有假的先知、假的先生吼。毋是引进侪害人到沉沦的异端入来，就赎回因的主宰，因也毋认啦吼。家己处紧紧的到伫沉沦，要有侪人趁因的声音，真理的路要为着因来受诽谤，因的对贪心要做话来律恁。对早以来，因的审判无延前，因的沉沦无休困。这实在是一个真实际的提醒啦吼。咱也伫进前有讲到，伫台湾无偌久进前有掠几位退休的将军甲校级的这个军官即种的强谍的案件。最近伫自由时报有一个网架吼，咧讽刺即种的情形啦吼。这标题写吼，一件不留啦，一件不留。伊咧笑遮的人吼，什么物件拢通卖啦吼，因的名誉啦吼，国家啦吼，机密啦吼。伊内底佫写讲吼，家己的骨气嘛通卖掉啦吼。伊讲有钱就好，安尼就对啦吼。对圣经的观点来看时阵，即种的行为是一种行奸淫的行为。其实圣经咧讲行奸淫，毋是真正行奸淫，但是用这来披露一个人的性命、伊的生活、伊的道德顶悬。真正沉沦啦吼，伊即种的作为安尼吼。其中也有一位是被领的时阵，对这个新闻媒体记者安尼大声来话讲吼，我是中华民国第1位吼大特务啦吼。听起来改先讲伊的功劳真大吼。但是咱知影着，亲像今仔日彼得这后书咧讲，有个人伫表面的表现好哪亲像伊真正足爱国，事实上伊毋是啦吼。即种的人，若照圣经另外一个角度，耶稣基督的教导来讲，伊上爱的毋是国家名誉，是马门啦吼。伊毋是真忠心的人啦吼。另外一个就是讲，咱会当看见讲彼得真正是先知啦吼，伫遮咧讲这个人，这假先知吼，假做家己拢真高尚真迄落吼，伊着满足家己的贪婪吼，捏造故事来恁来安那摕财物啦吼。自古以来，上帝的审判总是等即种人吼，因是走袂过
上帝毁灭啦吼，这是伫第3节的经文所讲的。所以咱会当看伊讲，通常即种诶人伫外表上，伊拢讲啊讲伊足爱国啦，啊足忠心诶啦，啊事实上却私底下为着私利，真大诶数字出卖家己诶良知、职务、国家、人民等等正诶。其实类似诶案件，即马伫美国啊，渐渐咧起红来，甲伊显露出来，一站一站咧透开诶中间啦吼。咱咧看政治是安尼啦吼，所讲究诶是忠心伫家己所被选诶即个选票托付诶责任吼，应该是安尼政治人物啦吼。其实用安尼来看信用搁较是安尼，甲毋是安尼。咱伫爱忠心伫上帝对咱诶呼召，所以圣经甲咱讲，咱得爱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听主咱的上帝，并且搁听人，亲像家己。这是咱最近都在讲的代志啦吼。相反，咱伫今仔日的约书亚记内底看到一位本来毋捌上帝，搁犯奸淫的来讲上帝吼，伊却伫有机会通得到福音的信息，还是讲得救的时阵。伊是全然来回转向上帝，追求这个救恩，并且帮咱约书亚所派出去2个探仔来逃过人因的城内遮个人来掠，因会通得救，伊家己嘛因为安尼来得到利益。伫政治上，咱总是看见济伫高位掌特权的人，甲因厝里的人。利用职务的方便来趁不当的利益，反倒让一寡原本无机会得到福音悔改机会的人，因却会当把握这种的机会来回转向上帝，来得到上帝的救恩。所看当然是无共款咯吼。好那亲像伫菲律宾的保罗的传福音的中间，迄个管理感觉的人共款。伊甲伊的厝里的人掠着迄个机会，就来掠着即个得救的机会。也敢若伫保罗宣教的中间所拄着济希腊人、罗马人共款，因拢相当的较无，因有机会因就回转。反倒当咱看到遮个保罗所拄着遮个作乱来反对。并且要陷害保罗遮个人，拢是上帝的选民，咱咧讲的摕到权力的人吼，权柄的人，因就诚做迄个假教师，诚做迄个假先知，将迄个异端吼，伫咧教会内底来阻挡别人，但是因佫家己承认家己是基督徒、神学家、宗教家，想要来掌管教会。我想这是对咱来讲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吼。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10月3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7篇第1到第7节，33到37节。约书亚记第2章第1到第14节，彼得后书第2章第1到第3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沉沦或是回转。今天的经文彼得后书第2章其实是非常现代的哈，经文教导的内容很像现在我们所面对的美国总统选举一样哈。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美国总统选举啦哈，就基督教。对基督宗教的角度来看，是一个保守派对自由派之间的论争哈。在政治上，我们可以说是共和党对民主党的之争哈。也有人说是右派跟左派之争了哈。那今天的经文最有关系的，其实我觉得不是哪一边的争论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到后来已经谈论到所谓的道德论上的问题。
当我们看到彼得后书第2章1到3节彼得所说的话，我们来把经文读一次了哈。他说：“以前有假先知在以色列民间出现，同样也有假教师在你们当中出现。他们偷偷的输入了毁灭性的异端，不承认救赎他们的主宰，迅速的自取灭亡。虽然这样，仍然有许多人要随从他们的邪荡的行为，以致真理因他们的行为遭受毁谤。这些假先知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婪，用捏造的故事向你们榨取财物。自古以来，上帝的审判总是在等着这种人，他们是逃不了毁灭的。”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适合用在现代的状况来去做提醒跟反省了哈。那我们不久之前也谈论过，说台湾最近政府这个调查局，破获了这个退役的将军、校级的军官这种共谍案件啊。那在《自由时报》最近有一则漫画，这样子在讽刺这个情形啊。它的标题写着“一件不留”。在揶揄这些人，他们什么东西都可以卖啊，从荣誉，从国家，从他所知道的所有的机密，连自己的自尊啊、骨气也都可以卖。从圣经的观点来说，其实这种行为就是一种奸淫的行为。在圣经里面在讲奸淫，不见得是真的行奸淫，而是一种道德伦理的沦丧啊，不忠心的一种描述。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呢，他被抓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位呢，还向着这个新闻媒体的记者大声的喊说：“我是中华民国第一位大特务啊！”他的意思就是说，那彰显他自己好像他很爱国，他很伟大这样子啊。可是事实上，这个并不是能够表露他不真心爱国家、爱台湾的这个意思哈。事实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样的人其实他们最爱的是圣经耶稣基督的提醒呐，那个叫爱马门呐。他们在所谓的我们说上帝跟马门之间，他们选择马门啊；在中心国家之间跟钱财，他们选择了钱财啊。那不是一个忠心，是一个贪心了哈。那借此，牧师真的是觉得彼得真是一位先知啊！那像第3节说的，这些假先知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婪，用捏造的故事向你们榨取财物不是向你们而已，其实向对方嘛他们去变卖自己所有的，然后去跟对方拿钱。自古以来，上帝的审判总是在等着这种人。他们是逃不了毁灭的这是彼得说的通常这样的人在外表上他表现得非常爱国，也很会讲表现得很忠贞，但事实上却是在暗底下桌台面下，为了私利，为了很大的这个金额数字，却出卖自己的良知、国家、人民，还有他的职务。类似这样的事情正在美国被揭露当中，正一层一层的赤裸裸的被揭开之中政治看起来是如此，讲求的应该是忠于自己被选票所托付的这样的责任，但是我们就看到很多人做不到。信仰更是如此，我们要忠于上帝的呼召。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的爱主上帝，并且爱人如己，这是我们最近都在谈的事情那相反的，那一位原本不认识上帝、犯奸淫的妓女，我们在约书亚记里面看到的，她却碰到有机会得到这样的救恩福音的信息的时候，她就全然的回转向上帝，
追求救恩。这是两个很大的不一样的方向他不但如此，他并且愿意帮助约书亚所派出去的这个2位探子能够逃过搜索，得到拯救，那自己也因为这样得救在政治上，我们总是看到许多在高位掌权的人，然后他们自己或是他们的家人利用这样的职务之便呢，大赚不当的利益。反倒一些原本没有机会得到福音悔改机会的人，却在遇到了机会之后，就马上把握机会转向上帝，来获得救恩。例如，我们看到在腓立比教会就是使徒行传所记载的16章，那个管理监狱的人在得到有机会的时候，他们就赶快得到这个救恩，他们全家都得救。那保罗在宣教当中所遇到的希腊人、罗马人，他们都非常的渴慕，反倒你看那些作乱来反对的、陷害保罗的，都是那一些所谓的选民的当权派，他们成了假教师、假先知，传递了异端的思想，还自称为基督徒、神学家、宗教家。我想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很深刻的提醒。